伊拉克一场婚礼放烟火引起火灾，上无有113人死亡，150人受伤，连这新郎新娘都罹难。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韩昨是举办10年无办的阅兵典礼，警告北韩莫使用核武器。乐高公司用回收的塑胶杆做贴仔，想讲会当较环保，想袂到这碳排放量颠倒是更加严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伊拉克的北部昨是有一场喜事变作悲剧，一场婚礼放烟火却是引起火灾，上无113个人死亡，150人受伤，连这新郎新娘都罹难。多啊，伊啊，受到春天嘅大火，甲会场受到炭污，部分的天棚拢已经崩落啊。伊拉克北部尼尼比省2日暗时10点外传出婚礼火灾事故，位于阿哈达尼亚区的一个婚宴的会馆，敢若亲像放烟火无细力引发火灾，现场超过800名的人客，真侪人袂火走出来，造成死伤真严重。这场婚礼的新郎甲新娘恐惊也后悔消失了。كانوا يرقصون سلو وشعروا هاي مال يعني سلو واحترق. خلال ايش قد يعني ثواني ما طول ثواني اشتعلت القاعة.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婚礼内放烟火是伊拉克当地电视看庆祝方式。不过，根据民防单位初步调查，这间婚宴会馆的建材是真的炭烧起来物质，已经违反安全的法规，所以讲火一直炭烧。另外，典礼会场欠缺紧急逃生出口这安全措施，增加疏散的困难度。ايش قد هسه لا يزال الناس موجودين تحت موجودين تحت الانقاض بس صاروا تراب. اي صاروا فحم. يعني ماكو بعد يعني كلهم طلعناهم ما ظل ولا واحد. اللي توفوا واللي ماتوا اكثريتهم الا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لو الرجال هم بهم. اطفال ونساء ورجال كلهم. اي كانوا احنا طلعناهم بايدنا. 伊拉克当局伫事故发生了后，调派医疗救护团队到事故现场来抢救。真侪伤者被紧急送往当地病院，死亡人数恐惊也增加。总理苏达尼是下令调查事故，支持内政部甲卫生部提供援助。广西新闻牛眼编译。美国称毒品甲假药的问题真严重，其中在加州的治安是愈来愈歹，常常调查头去互抢劫，所以讲有真侪店家拢唔敢开门。北部城市奥克兰都有大店店家联合罢工，要求政府来好好处理犯罪问题。其实这治安的遐厉歹，甲当地政府的政策是有关系。这偷摕物件本地是重罪，即阵是改做偷摕物件，若是伫咧2万9台票以下，就算是轻罪。警方甲法医就感觉讲，办这款案件是真无采工，规气就去外外。全有愈来愈侪歹人就好掠犯案。即阵就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免钱买。考西讲，若是抢劫算轻罪，袂需免开钱就当买物件。因为平均10分钟就发生抢劫案，所以讲有真侪大品牌挡袂牢，即阵就宣布要退出加州市场。画面内底民众举布条啊，顶悬写“效阮一个安全的社区”，还有温色的纸板，顶悬写华语，写小生理需要安全的环境。伫奥克兰市的200外个店头，部分建筑伫拜二集体罢工，行去行路，共同呼吁维护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因为最近有袂少店头受到抢劫，甲着贼偷的损失，加上人客唔敢入来买物件，地主收入减少，高不里长都要甲店收起来。伊希望当局会当提出具体的办法，打击愈来愈严重的犯罪行为。We want to making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direct resources supporting businesses, and definitely want to cut down the crime rate. 有部分的商业代表真痛心指出，政府错误的政策是地处当地治安歹的来源。因为2014年，加州通过第47法案，规定抢劫一届金额伫咧950块的美金以下，就会当为重罪降做是轻罪。犯人只要签署认罪协议，将其尾可能结果防开单罚款都无代志啊。所以造成歹徒去店头抢劫，都袂输咧行走卡共款，互加州店头的业者是感觉真生气。加入罢工抗议的，还佫包括伫奥克兰安冷气、暖气甲维修的工课海尼。伊讲伊转接的技师，也就是这只货车5年来互偷牵3届去。虽然前2届车拢有找到倒来，不过车顶重要的工具甲材料全部拢互扫甲卡唔空。听若这一届伊的车拍无去已经1年啊，到大拢了找无。伊对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信心。And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 more involved.
if they're taking a salary, they should feel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the city and its residents. 乌克兰市长知影罢工的行动了后，伊发声明指出，已经有甲几10个点头的团体见面，会予因资金甲因斗相共，而且支持打击犯罪计划。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后面公布网络平台假信息的调查报告，这 X 平台顶悬的假信息上介多。因为罗西亚是一直利用网络散布假消息，后面就呼吁各平台要加强处理办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福特汽车本来是甲中国企业宁德时代合作，要伫咧密西根州起电池工厂。不过，因为去互质疑是要闪降价通膨法，所以讲福特是宣布暂停合作。英国《Times》报道，乌克兰的军方讲，因已经甲罗西亚的乌海舰队的司令单死。不过，罗西亚当时公布一段司令开会影片，讲这乌克兰是咧放谣言。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甲美国17个州的州检察长联手告 Amazon， 甲市场潘瓦旁查管价，阻碍其他的网站公平竞争的机会。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纽约州的法官裁定，前总统 Trump 的 Trump 集团诈欺，管银行甲保险公司的贷款。所以讲是吊销部分企业的营业执照。来关心咱的国防，方向为着对付中国的飞弹，咱的国军8月是要派人去帛琉，去美国斗3工，成功试射爱3飞弹。因为这是头一届伫咧美国境外试射，阁是伫咱的邦交国，算是台美军事交流的大突破。反制中国飞弹的威胁，国防部强化防空伙伴。传出国军8月份要派人到C130，几批人秘密去邦交国帛琉，美国运送咱国采购的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伫帛琉当地小岛成功试射。美国用过烦恼飞弹的数据会去用侦索，国军进前2届拢是伫美国本土试射爱国者3型飞弹，这届选伫第3个国家，嘛是台湾的友邦试射。红看作是台美军事交流重大突破。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系统能够在帛琉进行测试的话，是不是也代表美国可以把他们的电子讯号，不管是卫星还是其他对于中共火箭军，不管是火箭军这一些基地或者是它的发射东风飞弹，是不是有可能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追踪，然后把这些讯号跟我们的 PAC-3爱国者3型飞弹进行连线？学者表示，美国、台湾甲帛琉最近这几年深化合作，两国协助帛琉强化海巡，2国的关系大麻。也让国军伫帛琉试射爱国者3型飞弹，上较重要的目的，就是美军验证下区域资讯整合，敢会当甲掌握到的电子信号，远端传互帛琉的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另外，台美双方嘛伫当地联合演训，发射定地野战防空计划。美国阻挡中国扩大，强化第2岛链的防御，帛琉争取部署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专家认为讲，国军去帛琉嘛有可能协助探勘，提供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北韩直直试射飞弹，害这朝鲜半岛的局势真紧张。所以讲，南韩早就举办10年无办的阅兵典礼，警告北韩莫使用核武器。伫咧甲北韩关系恶化时阵，如果为着要纪念建军75周年，南韩2人举行自2013年了第一遍的阅兵大典。全长2公里的阅兵队伍，总共动员4600位韩国的士兵，并且由300多位美国作战部队陪同，经过首尔的主要商业区加光化门地区。南韩自1998年开始，若拄到5或者是10个周年年份，将会动员兵力加武器办国军力的阅兵仪式。前总统文在寅主政的时阵，两韩关系有较缓和，南韩也停办阅兵活动。只敢以庆典的形式来纪念建军节。因为这边出动大量的武器装备列队游过，包括自主研发会当打击北韩的核武导弹，也有自走炮等尖端的武器军备，展现军事实力安定民生，甲威胁北韩的目的真明显。南韩总统尹锡悦第一遍甲市民接连参加阅兵典礼。除了肯定韩美军事关系更加进一步，也警告北韩唔通随便动用核武，若无平壤的金正恩政权将会被终结。실전적인 저주 역량과 확고한 대미 태세를 바탕으로
북한이 도발해올 경우 즉각 응징할 것입니다. 북한이 핵을 사용할 경우 한미 동맹의 압도적 배후를 통해 북한 정권을 종식시킬 것입니다.另外，中日韩三国外交官员伫咧首尔举行的高官会议达成共识，伫当4年无召开的三国峰会，将会伫咧3方面拢方便的时阵赶紧召开。因为外界认为，伫咧美日韩加强结盟的时阵，推动重新启动中日韩三国峰会，是日本甲韩国作为美国盟友，想要稳定甲北京关系的动作。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美国的汽车工会为着争取加薪水，已经罢工12天。美国的总统拜登是亲身去密西根州停劳工，这前总统 Trump 隔工嘛走去，两个人拢是要抢劳工的选票。美国总统拜登2日头壳底联合汽车工会 UAW 的棒球帽啊，亲身到密西根州底特律附近一间汽车零件配送中心，支持罢工的汽车工人要求增加薪水的诉求。Now they're doing incredibly well. And guess what? You should be doing incredibly well too. Stick with it, because you deserve the significant raise you need and other benefits. 拜登肯定工会伫过去的产业会议，共同度过难关，就应该得到更加多、更加好的态度。正做军代头一个并较表示态度的美国总统，此前访问伫选举年意义重大，两党拢要争取工业区工人的选票。密州正是传统汽车产业的核心。共和党主要总统参选人川普隔工也要来访，有了会强烈来批评拜登的电动车政策。这工会负责对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表示支持。You know, a sitting president, first time in history, come out stand on a picket line with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show support. So it's a big deal. I don't think he cares about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I think that he cares about the billionaire class. He cares about the corporate interest. No, I wouldn't. I wouldn't vote for keeping the borders open like they are, or the abortion situation. Those are pretty big. That I wouldn't support a Democrat. 工会强调，10月开始的罢工行动是反抗企业贪心的战争，要求获得通用价。苏泰兰地区3大汽车制造商合理分配利润，互劳工互数年合约加40%左右调薪，加上各种的福利保障。这相关薪水协商永远是讲袂完。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乐高贴仔大人囡仔拢爱耍，不过贴仔嘛是塑胶做的，所以讲生产的过程嘛会生产碳排放。所以讲，乐高这几年是研发用回收的塑胶干仔来做贴仔，想袂到这碳排放颠倒是更加严重。这回收的 PET 材质，目前主要是用伫咧衫裤、鞋啊、干仔这款较软的物件。PET 用来做贴仔就无够定，所以讲就爱搁含其他化学物。加上目前的厂房生产新的材质无效用，这扩厂了后就爱用搁较侪电价能源，这拢会造成搁较侪碳排放。所以讲，乐高的公司即阵就宣布放弃用 PET 来做贴仔。但买乐高公司2年外前才宣布要互环保茶角啊赶紧量产，不过因的研发拄着问题。乐高公司2月表示，经过一直测试，发现因用回收的补贴板，伫制造甲生产的过程当中，碳的排放毋但无减少，还佫比用旧有机塑胶致死的碳排放还佫较侪。乐高指出，使用回收补贴板的再生组织，也就是 PET， 材质较柔软，需要加其他的成分，才会当做出甲旧有机塑料耐用程度差不多的7毫米啊。加上爱大量砍塑加工，伫生产的过程当中，并无较环保，所以暂停相关的计划。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making Lego bricks from sustainable materials by 2032. We are currently testing and developing Lego bricks made from a range of alternative sustainable materials, including other recycled plastics and plastics made from alternative sources, such as e-methanol. 乐高强调讲，因并无放弃绿色环保的承诺，也是会向2032年进前，甲制造产品的时阵产生的碳排放量减少37%的目标来拍拼。乐高是世界上上届趁钱的7毫米制造商，销售额连续6年成长。这间卖7毫米的大公司，每一年生产几百亿的茶角啊，材料大部分拢是旧有机塑胶。虽然产品是耐用，不过生产1公斤的塑胶，差不多需要2公斤的石油，加上成品是真好分解，对环境造成真大的负担。最近这几年，乐高开超过12亿的美金，
试用各种替代性的材料来取代石油基塑料。不过，这个过程并无顺利，除了材质无够耐用，涉水嘛是问题。要打造环保的叉角啊，那像是比真正按算的还佫较困难。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为着防止囡仔验算手机啊，中国规定18岁以下一天敢若会当就网络2点钟。不过家长是真怀疑效果。今日6岁住伫上海的雅丽莎，用 iPad 咧上网络，看甲欢喜甲，妈妈是伫边仔看手机陪伊。雅丽莎4岁开始用手机啊，妈妈烦恼伊会耍网络耍甲毋知的人，规定伊这时间会当用40分，暗时用半点钟。妈妈给我安排看一会儿，我很喜欢，这样子就能眼睛不坏掉了。中国政府是公布真严格的新规定，要求8岁以下的囡仔，逐工用手机的时间袂当超过40分钟；8岁到16岁袂当超过1点钟；16岁到未满18岁的，加敢若会当用2点钟，而且暗时10点以后就袂当上网络。虽然官方讲这用意是咧防止囡仔小网络，但是家长质疑讲，即马手机内面已经有相关的限制模式，新办法若袂当实际去做，是真歹达到效果。我觉得这个政策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这个规定不是特别的友善，或者是很难实行。专家讲，关键其实伫个家长若会当加陪囡仔，就当大大减少因去耍手机的时间。Parents need to try to connect more with their kids. I mean, emotionally. And I have to say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lot of parents, they're busy at work, so they might have no time to connect with their children. 对雅丽莎这个年岁的囡仔来讲，袂当用手机也无要紧，只要父母加做一件代志就会当。主要带我出去就可以了。雅丽莎的妈妈是建议有关单位应该加提供一寡会当减费用的亲子活动，譬如讲免钱去参观动物园，也是看球赛的门票会当拍折，就会当鼓励家长加带囡仔出门，互囡仔和其他的人交流，避免流连伫网络的世界。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巴西一个导游要换药剂已经等9年啊，顶一日病医通知伊会当手术的时阵，伊人煞伫咧山区，为着抢时间，消防员是驶直升机去个载。消防直升机飞伫空中，伫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穿绿色衫的查甫人爬上直升机飞往市区。巴西里约东南部的山区，2山乡有直升机飞到山顶，着记载等待器官移植的导游奥利维拉被赶去病院。Maior aventura da minha vida. Muito demais, né? Nunca imaginava acontecer aqui, logo aqui, né? 48岁奥利维拉因为腰椎病等待药剂移植的手术等了9天，2病院临时通知伊，讲有找到适合伊的器官，爱伊即时去病院动手术。结果因为伊当时旅行行去平远山区的山顶，病院烦恼会耽误手术的时间，得联络消防单位，请因斗3天。最后消防局决定紧急出动消防直升机，完成这个紧急的任务。A nossa missão já é salvar vidas. A gente vive isso no dia a dia. Mas quando a gente encontra um caso desse em que a gente conseguiu fazer a diferença, porque ele não conseguiria chegar a tempo se fosse a pé, ele provavelmente ia perder essa oportunidade, sentimento de muita felicidade. 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之下，奥利维亚总算有赶到病院，经过紧急的手术，成功完成腰椎移植手术，嘛准备展开全新的人生。公视新闻台同朋友，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再会。